大家好，我係 M&P 嘅創辦人 Edward。我而家處身嘅位置就係一個紅磡40年左右樓齡嘅屋苑啦。咁今次我哋就幫一個舊客戶介紹嘅夫婦啦，咁就去重新設計一間佢哋心儀嘅屋企。咁講翻我哋今次呢一個單位先啦。咁男戶主同女戶主嘅要求咧，其實都係講緊想喺生活裏邊咧舒服啦，同埋簡單。咁男戶主咧有少少要求咧，就係想融入一啲中國式嘅風格啦。咁但係女戶主咧又想佢係比較平淡嘅顏色啦、自然啦咁樣。咁點樣將呢件事融合咧？咁我哋就喺廳嗰度咧就展現咗出嚟嘅。例如喺餐區啦，咁我哋會係用多啲木嘅元素啦，訂造一啲特色嘅餐台啦。加添一啲中國元素，餐櫃啊，同埋喺開放式廚房嘅平面上面咧，咁我哋加裝一啲特色嘅木柱啦，咁令到成件事咧會有一啲木嘅元素啦，加添一啲中國色彩，但係又唔會話好影響到成個設計咧，比較上偏重某一方面啦。大家睇完呢條片，希望大家都鍾意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嘅設計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大家都喺留言區留言啦。